新闻的画面记录咱历史上重大事件、灾害、甲国际性的比赛等等真侪重要的时刻。2025年台湾新闻摄影的比赛今仔日颁奖，今年的最佳相片是世界12强的冠军战。苏当时等个现讲出3分的全雷打了后，一个欢喜庆祝的动作。 2024年11月24日，台湾摕到世界12强冠军，真侪记者也伫现场记录见证。那冠军战队长陈杰宪讲出3分炮的庆祝动作，迄当时，独立摄影工作者后以前伊的胃无好，靠演过伫东京大巨蛋翕相的经验，翕到正好的相片。其实应该蛮多人有拍到那一张的啦，对，只是看角度的差别。那因为东京巨蛋我去过5、6次有了吧，对，那所以。 3垒的那时候呢，当你用长背的焦段的时候，其实很容易爆框。对，所以那时候后来我有换镜头。天时地利人和，后以前以这张相片摕到台湾新闻摄影比赛2025年年度最佳相片，同时嘛摕到12强特别奖的第1名。 就是很多机会你要把握住，那你不要害怕失败，对，反正就去试嘛。那即使你有1%的机会，被你申请到就中了。 办理这几年的新闻摄影大奖是台湾新闻摄影协会家己办的，是台湾唯一甲新闻摄影照突发艺文环境分类分甲正清楚的奖项。这阵啊，投稿的作品增加，包括亚洲的新闻工作者，尤其是香港。 因为香港大家都知道，现在新闻自由有一点薄弱，那等于我们也会尽量的要去理解香港的一些细微的东西。黄建良嘛指出，传统报纸理论上应该有更加侪资深、更加优秀的记者，不过这2年评比传统大报得奖的人真少，比例偏低，这好亲像嘛代表媒体经营背后的心态。记者采访报道。